都就是被虐了。因为不要打狗，要打我，这样。这个体系呢？那用道具打我，不要讲了，我画绑起来面。那个，给我绑起来，这样的意思。欢迎四位来到我们汉尼班上收的节目啦。那今天要邀请四位来猜猜我们的课文字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小的打字，1分钟可以打120个英文字的阿拉斯，我非常的会打字。好啦，我是小时候非常喜欢打电动的娜娜大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打蛋的啊，漫才小伟，请到大吉祥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语的主题答。那就要来猜猜看，我们课语字的答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语义规则，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可以同下格斯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就第款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係輕鬆咯。那我们的第一题，打头名，那它是不是就叫吐槽？有可能是国民的感觉吧，听不懂吧？我写打响名号，因为一个名，然后头又是比较往上面的感觉，这种打响名号的感觉。 SOS 这个是打头的时候，救命！这样什么意思？是 SOS 的意思。哦 ，Number One， 我知道了。要更有想法。入围。入围吗？因为我就在想说，不可能这么简单。我写得冠军。就是直觉性，觉得对，打头名已经听起来很强的啦，他不止入围，我这样好，恭喜娜娜大师。这个打不一定是动作那个打，是有点像得到的意思。大头喵。大条苗。第二题，打软退，我觉得就是打退堂鼓的那种概念。好，那我们来翻牌。我忘记那字怎么写。声东击西，软的鸡蛋的时候呢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可爱，所以呢换的意思。我本来想要的东西，所以退货的意思。哦，打软，因为那个软不会破坏，所以力量没有，所以腿老了。因为蛋很容易破，但是你打它的时候，可是蛋居然没有破呢。所以你老了，退步很多的。我们看一下提示物。虾子，两面虾子，虾子，了解。这样的，遥望的感觉。翻牌了，1、2、3。不是畏畏缩缩，它有那种缩的感觉。我知道现在可以改变嘛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可以吧？拉肚子啊，因为那个遥望的那个感觉。哦，对，有的感觉，对，肚子痛。恭喜我们的娜娜大师。耶！会说对，就是因为虾子它其实就是据说它是不会转身的，所以它如果害怕的时候，它是会这样。大乱推。大乱推，那我们第3题喽。大屁软，大屁软。这个是脏话吧？味道无关吗？有点关系。是跟味道有关。 1、2、3。他写了一个文章，他写了一个故事，哎，自己放屁啊，那个便便也一起来了的感觉。哦，打屁我就想要聊天，聊天想要电话。你说常会用到，就是讲电话的。我想要聊天，然后我想到是八卦。哦，因为他刚刚说有个名词。是一个行为。讲色，等一下，讲色情，讲色情不。如现在就来讲吧。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不给别人听到的是我这样子，就像日本上厕所一样，对。放屁，就是放屁的意思。对，那延伸出来的话，可能会说，就是你说这种荒谬无理的，就是不值得重视的话，大批乱。大批乱。最后一题喽。最后一题，打狗都不出门。可以去想象，怎么样会打狗都不出门。1、2、3。小鸟胃，你好有才华哦！那个果是热果的意思，所以这热果都不用出门，就是小鸟胃的人。
我的话被逮捕，被逮捕，被抓吗？对，被抓，犯人的意思。提示是，需要用到手套、毛巾、毛帽。抖 M 就是被虐了。因为不要打我要打我这样。这个提示呢？那用道具打我，不要讲了，绑起来那个给我绑起来这样的意思也有啊。那大师就是单纯很冷，很冷，因为而且不出门，因为真的太冷。然后我想要反过来，因为想说，是不是很冷，在家里如果穿这个的话，是不是多此一举？就在家里就好了，就不用怕冷啦。对，如果跟天气有关的话，是不是？题目有点难，但是提示物给的答案就是很直接的啦，就是很冷的意思，很冷的意思，就是娜大师。就是我是把叫狗出去，他也不愿意出去，他也不愿意出门。了解。没错，大狗都唔出门，大叫都唔出門。客語班上說，歡迎嚟到我嘅 Barbie Bus， 入邊有 coffee、有 tea， 還有米。講唔講客語？今日各位客語非常嘅好用哦！我從頭打到腳，大頭命，大家有命過頭。唔過真奇妙大頭哦，那一片青果就是頭。古說客語講 T1嘅意思。大頭命，我按樣講哦，像我嘅天音舞曲吼，希望我啲 KTV 嘅成績做得繼續大頭命，大頭命。好，剛好大頭大半年來大批卵，做嘛講大批卵咧？因為大批卵吼，幾團氣體，佢噗出來咗嚟噗，好安尼噗噗噗一粒一粒嘅，像佢噗噗噗生卵，像生卵一樣嘅，古所講大批卵。媽你咪做得用大批卵哦，唔好看佢啥嘢吼，講法啊講到當好聽，唔過機會哦就種大批卵用嘅哦，都冇人會相信哦，大批卵就按樣嚟用，大批卵。還有乜嘅卵咧？大家大卵推，講嘅乜嘅意思呢？係好多事情哦，懂牡丹，有一個師傅法，很多下工過後大卵推。你看過下工冇？佢下工咩動到腳嘅，就按樣嘅，像懂牡丹樣嘅，按你見後推，又按你行前，唔咩哦，唔錯哦，我邊度有幾把哦。要佢學嘅下講，佢唔好行前呢，佢做一樣嘅，怎麼大亂推天天呢？我想講奇怪，家佢唔好行前嗰樣買，講你啊，過來，即係佢說按你大亂推呢，鹹毛大毛，唱特別嘅春殘吧，終於就四妹，個媽約幾食飯，嗌嗬，浪幾3年嗬帶出來，佢看到佢三馬街哦，都講唔出來呢，大亂推，你做乜嘅冇？因為春殘幫沒來嘅，我都大亂推啦，實在係冇用哦，大亂推。前佢記嚟教大家，大叫唔出門，係乜嘅意思咧？嗱嘅官嚟嗬，用嘅啷嘅拗嗬，叫做唔可以出門，因為天時兩寒。佢咁樣本人打，佢仲唔出門哦。窗外嗬，咩凍江寒，台灣有時候咩會落線，暗寒，唔過我上批嘅薪水嗬，我咩嗬大叫唔出門，我咩冇去哦。唔過一下天時當好啊，我主持都同歡喜啊，大叫唔出門。好，下課。什麼？